百風山下由益通風情上乘特約播出。益通風情上乘，25萬平米加拿大夢想城，擇一城終老，遇一人白首。海關旁夢想家，867505788888。平民自覺，用心表達。百風山下，大事小事，事事關心。健康餐盤助孩子營養均衡。一小車疑因駕駛人酒後駕駛撞樹，致6人受傷。平民自覺，用心表達，大事小事，事事關心。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5月26號嘅百風山下。每年嘅5月20號係全國學生營養日，今年嘅主題係健康餐盤3:2:1，即係一餐當中應該包含3份主食、2份蔬菜、1份肉類。有關學生健康飲食，你又知幾多呢？記者去同醫生了解過。全國學生營養日嘅設立係為咗廣泛深入咁宣傳學生時期營養嘅重要性，大力普及營養知識。根據全國統計數據，學生膳食熱量供給基本達到標準，但係蛋白質供給量偏低，優質蛋白比例少，鈣、鋅、鐵、維生素 A 等營養素明顯不足。好多學生同家長缺乏合理營養知識，學生片面咁攝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再加上運動量不足，我國青少年肥胖症發生率逐年升高，有啲地方高達15.3%。而青少年不良嘅飲食習慣同生活方式，為成年後罹患心腦血管病、高血壓、糖尿病、肝膽疾病等慢性病留下隱患。咁樣，我市學生嘅體質水平點樣呢？總嘅嚟講都可以嘅，但係咧，因為營養啊同埋餵食嘅問題咧，就有可能有部分出現嗰啲地區啊出現嘅兩極分化嘅情況，就比如講受烹燉啊，就啲肥仔啦，同埋啲瘦高條嗰啲細路仔咧都有嘅，都有存在嘅。而家食品選擇多，除咗早、中、晚3餐之外，仲有好多學生中意食零食。例如煎炸嘅食物、冷飲同甜食等，長期過多食用呢啲食品，好容易會導致孩子肥胖，又或者係營養唔吸收，久而久之就會影響佢哋嘅生長發育。你如果係食嗰啲膨化嘅食品，同埋啲冰凍嘅嘢啦，同埋糖類過高啊、反式脂肪酸多嘅嘢咧，會引起佢個脂質代謝異常啦，咁啊會有可能誘發佢個啲胰島素嘅消耗過多啦，咁啊會可能引起個糖尿病啦、即係內分泌方面嘅問題咯。許醫生話，中小學生吸收嘅營養唔單止要維持生命活動以及生活同勞動嘅需要，更重要嘅係要滿足佢哋迅速生長發育嘅需要。因此，能量同各種營養素嘅攝入量要相對比成年人高，尤其係能量同蛋白質、脂類、鈣、鋅、鐵等等。如果係按我哋嘅一日嘅營養需要同埋飲食嘅熱量嘅分配啦，咁我哋將佢分成4-3-3。早餐咧應該佔4，有穀物、有優質嘅蛋白同埋蔬菜類。咁啊中餐咧就食好就得啦，就又要需要呢啲方面嘅飲食。晚餐咧我哋就係佔3啦。咁就要以容易消化嘅食物為主。除咗要保障飲食均衡、營養攝入足夠之外，仲要保證每日有足夠嘅運動量，咁樣先可以有效咁提高學生嘅身體素質，有利於佢哋嘅成長發育。啱先講到營養吸收嘅優劣，直接關係到學生嘅體能同智能嘅發育。咁樣現時學生嘅飲食同營養搭配情況係點樣嘅呢？近日記者走訪咗新寧中學。新寧中學而家有2347名學生，全部都係住宿生，一日3餐都係由學校負責供應。我們就根據這個營養搭配的情況，我們要求供餐公司就根據這個營養，例如早餐、午餐、晚餐，按照這個3餐的基本要求，就分配好這個能量。為促進孩子嘅健康成長，該校制定營養配餐系統，
按照唔同年齡學生嘅營養需要同能量消耗，科學合理咁制定食譜，讓學生攝入全面、均衡、適量嘅營養，做到分數粗細搭配，膳食多樣，營養均衡。而且烹調方式多選用蒸煮嘅方式，做到以口味清淡為主。冬瓜啊、排骨啊、仲有啲蛋啊之類啊。即係覺得學校飯堂啲選擇夠唔夠多？夠多㗎，都夠食㗎。有時食得晒，啲飯可以自己加，所以就適量。啲餸嘅話，如果當日係飽或者太肚餓啊，咁就食多啲咁咯。一般都會食嘅，一般都中意食，或者當天可能各自嘅口味唔同啊，就可以去加餸咁咯。今年讀初二嘅嘉怡同我哋講，喺飯堂食飯，每餐都有2個肉、1個青菜，湯水同白飯都可以自己添加，所以唔會出現食唔飽、食唔夠嘅問題。老師平時亦會教育佢哋有關健康飲食嘅相關知識，自己亦會特別注意少食零食。这个根据我们现在学校学生目前的身体状况来说，他们的身体状况素质应该比较好，因为从今年我们体育中考的成绩可以看得出，我们全校初3的学生参加中考的平均分都达到98分以上，这平均分啊，所以从这方面可以反映我们学生素质非常好。第二个方面，我们又从学生的肥胖程度来看，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肥胖学生的人數應該說這只有1%左右，營養素質方面就係調得比較好。兒童節好快到啦，唔少學校已經開始籌備慶祝活動，為咗令學生過一個開心又有意義嘅節日，我市一家幼兒園特意組織部分幼兒到市兒童福利院，同嗰度嘅小朋友一齊提前慶祝節日。上晝9點鐘，幼兒園嘅師生帶住蛋糕、水果、禮物嚟到市兒童福利院。佢哋用舞蹈節目《我要飛》拉開今次活動嘅序幕。喺接落嚟表演嘅節目《最美的光》當中，佢哋憑借嘹亮嘅歌聲，再加上活潑嘅舞姿，獲得咗福利院小朋友們嘅讚賞同掌聲。我今天過來了福利院表演節目。跳舞和唱歌。那你為了這個表演準備了多久啊？準備了1個星期。祝他們6一兒童節快樂。除咗精心準備表演節目，工業幼兒園嘅師生仲同福利院嘅小朋友一齊玩遊戲。佢哋圍成一個圓圈，手拉住手，唱起兒歌，場面溫馨。最後，幼兒園嘅小朋友將自己準備嘅小禮物親手送俾福利院嘅小朋友，提前祝佢哋節日快樂。今天我們幼兒園給兒童福利院的孩子們就送來了關愛和祝福，為他們呢帶去幫助與歡樂，就是讓小朋友們呢學會以後做人呢有一個愛心，助力多多幫助我們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群。最後，我哋再嚟關注一則交通事故。今日凌晨1點20分左右，喺台城園林酒店高爾夫球場往南門橋方向，一輛白色小汽車懷疑失控，撞向路邊嘅大樹，事故導致車上6人唔同程度受傷。去了解一下。由市民拍攝到嘅視頻見到，呢輛白色小汽車嘅車頭已經變形，損毀嚴重，車前保險槓脫落，車上零件散落一地，場面狼藉。被撞大樹嘅樹幹亦有開裂情況，樹身往通濟河方向傾斜。事故發生之後，車上4人自行離開車輛，坐喺一邊等待救援人員到場。因為車輛嚴重變形，駕駛人以及坐喺副駕駛位置嘅女乘客冇辦法自行落車，需要消防部門使用工具將車門鋸開，再將佢哋救出。記者由交警部門了解到，事故中6人均有唔同程度嘅受傷，但6人意識都清醒，並未出現昏迷情況。交警部門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調查中，而家初步懷疑係肇事司機酒後駕駛，導致車輛失控發生意外。近期天氣多雨，交通事故頻發，司機要小心駕駛，同時要切記飲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車啦。好啦，今期節目時間就到呢度。想了解更多新聞資訊，請登錄百豐網3w.tsbtv.tv 或者掃描關注百豐網微信。我哋下期節目再見。
热烈祝贺台山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政协台山市第12届委员会第5次会议隆重召开。内外乡亲同心协力，建设文明富裕、和谐新侨乡。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习，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員致敬。都你講一講會眼澳議會嘅政策嘅教係咧？眼澳議會其實係比較歡迎嘅。但係話你自己聽唔聽省咧，就另外一種諗法。我係鄉村面去放。由細到大都中意幹咁樣做。所以係超級難辦。姚浩榮賢咧就解過數，講話養呢個3面堆咧，至少都需要幾百萬咁樣。差唔多噶啦。差唔多啦。你計唔得學費咁咧就其他啦搭就係有幾百萬㗎。清談節目得閒傾偈，逢星期4、星期5喺台山台播出。曾經走遍世界，先懂得家係心中永遠嘅港灣。大家族嘅聚居首選，台山碧桂園9年積澱，如詩如畫嘅山水大城，酒店、學校、商業等一應俱全。全新白鷺灣二期230至260方山水美穗，幸福里86至139方壓軸精裝洋房，璀璨綻放。碧桂園給你一個5星級的家。